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佮15节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。马太福音15章32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基督徒伫领受上帝的应允，这个应允就好像亲像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：相信的人未至到伫灭亡，反会得到永生。上帝所应允的是拯救，就好像亲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咱的祈祷文。主祷文安尼讲，叫阮无拄着试探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上帝应允必然要赏赐救阮。上帝差遣摩西进入伫埃及，就是为着要赏赐救阮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凶恶。对迄个做奴隶的所在受拯救出来，正做上帝的仆人。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无搁认捌上帝，但是上帝并无忘记这因。对约瑟担任埃及的宰相，雅各为着闪避这个妖恶饥荒，全家移民到埃及了后，已经430冬。上帝的应允，上帝的拯救，从来毋捌离开改变过。何况是这个受掠到巴比伦70年的以色列人，上帝应允拯救因，并且赏赐因有机会通好倒转去伫祖国。安尼应允搁较袂会离开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先知的话安尼讲：雅各啊，你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啊，捏造你的迄位安尼宣布：毋免惊，因为我已经有救赎你。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属伫我。你经过大水的时阵，我要甲你同在；你过大河的时，水袂甲你淹没。你对火中经过，一定袂伤着；火焰嘛袂甲你吞灭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的救主。我用埃及做代价，甲你赎回；用伊索比亚甲西巴做你的替身，因为你伫我的眼中真宝贝，我看重你，真疼你，所以我用别人来代替你，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。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我要对东方传你的后代，对西方组织你的子孙倒来。我要对北方讲放因去，甲南方讲毋通扣留因。互我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，我的查某囝对天边海角倒转来。所有归伫我的名的人，属伫我的，就是我所创造塑造，为着我的阳光受造的人，拢会倒转来。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，有上帝奇妙的保守，互这个阿兄出卖的约瑟，不但袂至到死，还佫会当成做埃及的宰相。
互遐个雅各全家移民到伫埃及闪避饥荒的侵略。出来及的应允，互以色列人会通脱离被统治、被奴隶的日子。透过土方法来拍纳，来保守大卫脱离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手，也互外邦的乃縵将军透过约旦河的水，甲伊的太哥边，互伊来得到医好。透过以斯帖正做外邦的方向，来拯救以色列人免除被消灭的命运。也看到但以理受到上帝的保守，来赢过西亚坑甲火坑。耶稣基督的宽病，互病人得到医治，互鬼附身的得到拯救。互拄着风影的得到平安，互死亡的得到告活，互夭饿的人通好受吃饱，就连彼得、保罗以及使徒，拢会当因为领受着耶稣基督的呼召以及宽病能力来行神迹，互人得救。伫礼拜日的主日信息中间，咱讲到耶稣基督互5000人得到食饱。这个样式是因为一个小小单纯的查甫囡仔的奉献，伊成做上帝赐福众人的工具。耶稣基督透过神迹来养饲人，互人的性命会通得到拯救，脱离夭饿。虽然毋是什么饥荒，但是就亲像主教导咱的祈祷讲，伫迄个主祷文内底的祈祷词，想使阮日用的啉食，每一工经常的啉食的需求，搁较会当彰显着上帝是咱日常生活的帮衬甲拯救。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32节到39节，安尼记载着，耶稣叫伊的门徒来，甲因讲：我真可怜这群人，因为因已经甲我做伙3日久，现在无物通食啦。我毋甘因伫四线遥遥转去。惊了因伫路中昏倒，门徒甲伊讲：这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我要去倒位摕较济的饼来，互遮尔济人食。耶稣问因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因讲7个，嘛有几尾细尾鱼啊？伊就命令众人坐落去涂骹。然后摕7块饼甲遐个鱼，感谢掰开，摕互门徒，门徒就摕互群众，众人拢食到饱。因捡伊食剩的笋仔，堆满7人。这个人妇人人甲囡仔无算，敢若查甫人就有4000。耶稣解散群众了后，上去马加丹地区。耶稣基督甲门徒讲的，这群人已经跟对伊3工伫旷野。耶稣基督毋甘因夭饿，所以伊就爱门徒想办法来养饲因。因为耶稣基督伊无愿意看见因夭饿伫路上来昏倒，养饲因就是互因来得救。透过门徒的服侍，透过有人甘心乐意的奉献，
伫内底有7个饼甲几尾鱼啊，并且伫耶稣基督的足倒的下面，互现场所有的证人通得到吃饱。重点是，只要愿意接受的人，拢会通得到食饱，会通得到拯救。放弃呢，就要失去上帝的拯救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干杂的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眠时也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。我遵趁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。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15节，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阵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应允赏赐救恩，互阮得救。也感谢主呼召阮成做你救人的仆人，互人蒙恩得福得救。愿荣耀归伫至高的主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